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，下星期一展開本港首份5年規劃公眾諮詢，為期2個月。本港首份5年規劃將喺下個星期一展開公眾諮詢，為期2個月。政府期間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，聽取市民同業界意見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會前話，本港編製首份5年規劃係歷史性嘅一步，具有重大意義，強調規劃能夠指明方向，讓本港發展更有遠見、更可持續，帶俾本港市民同社會各界實際嘅受惠。並將堅持香港一直賴以成功嘅原則，包括貫徹同堅守一國兩制方針，堅持愛國者治港等。主責部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全速編寫文件。規劃將鞏固傳統優勢，開闢新賽道，企業將受惠於更清晰嘅政策方向、更優質嘅營商環境，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嚟嘅更多商機。規劃將提供更多不同產業嘅就業機會、國際舞台同埋向上流嘅空間，讓年輕一代更好實現夢想。規劃會涵蓋房屋、醫療、教育、福利、安老等不同領域，讓市民嘅生活更好、更加獲得照顧、更加能夠共享發展紅利。佢又提到，規劃將會係具前瞻性、策略性同可操作性嘅指導文件。每年發表嘅施政報告將更加有效對接同回應5年規劃嘅發展方向同要求。鳳凰衛視記者林嘉敏報道。